實況小時100小時，就好似做社會服務咧咁樣。我已經成功轉型咗做呢個嘅影片細嘅 VTuber 啦。我由頭去到尾，去到每一個部分，我都表現得最好。新年快樂！喺今年冇宣傳啦，唔玩 Twitter 啦，之後借住同所有 VTuber 嘅同行嘅來往啦，然後自己接埋一邊，自己同自己玩嘅情況之下，2500訂開心。我覺得 VTuber 本身就令我壓力好大啦，好痛苦同埋好煩躁嘅事啊！我希望咁多位無論男女都好啦，如果你真係好少接觸異性嘅話咧，應該出去呢個社會接觸多啲唔同嘅人，去了解下呢個世界嘅美好。好啦，今日就開始個2025年嘅 VTuber 年終回顧30問。第一個係今年開咗幾多場直播，我覺得呢個年終回顧30問簡直係喺度鞭我屍。我個今年嘅總實況時數係100小時，實況次數係61次，12個月入邊我有3個月係 live 嘅，如果係咁樣計嘅話，唔好再話我冇開台啊！實況小時100小時，就好似做社會服務咧咁樣。之後印象最深嘅 live 咧，我諗我要睇翻自己個 YouTube。印象最深嘅 live 可唔可以計係上一次離機？我哋抽鬧油塔嗰次，我哋試咗220抽，我哋抽咗勁多券，之後差唔多用晒啲石，最後都淨係得1張金卡定唔知2張金卡，應該算係史上最非洲嘅一次。第3題去到最痛苦嘅 live 一定係劍星嗰啲 live 咯。一嚟佢又係咁彈出嚟啦，即係唔關我部電腦事，係純粹佢自己轉平台，之後佢嘅改良做得唔係咁好，然後佢瘋狂咁樣斷啦，然後又有好多新 join 嘅指示詞喺嗰度，哇！真係煩到一個點啊！嗰個 live 之後從此之後我發誓我唔會再玩劍星啊！最開心嘅 live 應該係我有新衣裝，2500訂之後有新衣裝發表會，之後好似發表完之後部電腦就瓜咗啦，所以喺瓜咗之前可以做完晒所有嘢，一件好開心嘅事。最高同接嘅直播咧，第5條問題。根據 Twitch 咧，最熱門嘅 live 咧有86個觀眾，係今年嘅最高。最多觀看嘅影片一定係Nintendo Switch 港版發售注意事項。第2位係商店博物館10大經營攻略，之後咧係開機攻略。第4位係商店博物館介紹。我已經成功轉型咗做呢個嘅影片細嘅 VTuber 啦。今年自己最愛嘅企劃，我今年一個企劃都冇做過啊，冇企劃啊 ，sorry 啊，上年冇開企劃，之後都唔會有企劃，我都唔知有咩企劃可以做啦，已經覺得自己今年表現得最好嘅部分，我由頭去到尾，去到每一個部分，我都表現得最好。我每一場 live 都係最好，全部嘢都係王女精心，瞓夠啦，唞夠啦，休息夠啦，之後全部都係我嘅自信自作。即使去到我今日嘅儀表啦、外貌啦，完全都係我嘅自信自作。多謝 follow 啊！你睇我嘅魅力無限，感謝 follow， 新年快樂！第9直播上面玩到最中意嘅遊戲，我今年淨係玩過買 Sims 啦、Sims 啦、Two Point Museum 啦、Esogi、Mario Kart World、劍星同埋 Donkey Kong。咁你剔除晒所有嘢之後，今年玩過最好嘅遊戲應該係離機。即係第10最感動嘅瞬間，應該係今年去到2500訂。喺今年冇宣傳啦，唔玩 Twitter 啦，之後借住同所有 VTuber 嘅同行嘅來往啦，然後自己接埋一邊，自己同自己玩嘅情況之下，2500訂開心。直播上面出過最大嘅意外，一定係劍星佢係咁喺度飛翻我出去啦。最中意嘅翻唱同埋原創歌曲作品，同丁丁同雲仔合唱嘅《西華 B》啦，係咪？我推啲孩子嘅插入曲
係啦。然後13最中意嘅精華就係大家剪俾我嘅精華，唔使我自己剪嘅精華，就係考你妹嘅精華。上一年好多，然後臨近2500訂嗰陣，大家比我更加心急咧，然後就大家幫我剪咗好多精華，因為係想黃女嘅 account 升訂，唔係你哋嘅 account 升訂，所以將啲片俾黃女 upload。多謝咁多位集氣幫黃女過2500。今年最中意嘅 fan art 係丁丁魚油嗰幅，丁丁嗰啲色情小 fan art。佢畫 Mario Kart 嗰隻魚油啊嘛，畫到打格仔啊嘛，永遠都係丁丁就係呢個嘅創意第一位。15最滿意嘅封面，今年最滿意嘅封面呢，應該係騷擾你上班嗰個，我覺得嗰個係今年最靚嘅。印象最深刻嘅同學們，如果講正面印象好深刻嘅，應該係丁丁同雲仔，永遠女子會俾我嘅印象都係最深刻。你諗下有乜可能啊？張 fans 啊，等我自己位今年份嘅 fans 啦，位女子會咁 soft 咁軟綿綿，係咪咁 QQ？大家都咁害羞咁女子嘅一面啊！佢竟然係中意大家隻抽嘅女子會。呢個真係印象好深刻啊！我下年會為佢哋互毆噶啦，即係佢哋互毆，然後黃女隔離食花生嗰啲，我睇下會唔會有繪師會接呢啲咁黐線嘢嗰啲。佢哋喺我個 comment 下邊打，由得佢哋打，我淨係負責撳 like。遇到最戲劇性、詭異、不可理解嘅事，我諗已經講咗啦。點解會成日有啲麻煩揾上門？我就覺得已經係最戲劇性咧，而且係好詭異咯，我到而家都不可理解。點解會有人會咁樣嘅？真係奇怪嘅。令到壓力最大、最痛苦、最煩躁嘅事，我覺得 VTuber 本身就令我壓力好大啦，好痛苦同埋好煩躁嘅事啦。我會咁樣覺得，不過我覺得個主因應該好大部分係因為我對自己要求好高咯。即係如果你對一個人，你對一件事冇要求，你對 quality 冇要求，你真係開 live 係 just for fun 之後，你喺度開 live 唔係為咗娛樂大家，亦都唔係為咗所有嘢，係為咗我自己喺度放負，我自己喺度做隨心所欲咁做自己嘅嘢。我理得你哋啲觀眾死嘅啫，我自己中意做咩就做咩嘅嗰啲。咁嗰啲嘢當然唔會有壓力啦，唔會痛苦啦，亦都唔會覺得煩躁啦。但係當你對嗰樣嘢又對 quality 有要求，你對自己嘅做嘅嘢有要求，你對自己做嘅所有嘢嗱個活動 VTuber 本身有要求嘅話，就會覺得好煩，好大壓力，好大，好痛苦啊！又要做嘢。我會覺得係咁樣咯。有為直播學到啲咩新技能？有啊，黃隊喺2025年學識咗，對人係唔需要太友善啦，對人係唔需要太過有禮貌啦。真係唔中意嘅就可以唔理啦。我希望咁多位無論男女都好啦，如果你真係好少接觸異性嘅話呢，應該出去呢個社會接觸多啲唔同嘅人，去了解下呢個世界嘅美好。係啦，做下義工都好啦。如果呢個世界冇人去愛你嘅話呢，就嘗試下愛護下身邊嘅人。今年遇到最大嘅難題就係我嘅身體狀況好似冇以前咁好，然後我而家喉嚨好攰，因為讀翻書，所以而家冇時間體力而家已經變做最大嘅難題。但係呢啲嘢冇可能翻去以前噶嘛，最勁嘅黃金時期已經過去咗啦，而家黃隊已經離開咗一個全盛時期啦。所以而家個訂閱數係全盛時期。就今年有冇嫌上啦？你係點樣面對第21題？邊有人嫌上黃女啊？唔會有人嫌上我咯，都係講翻嗰幾句。有 hater 或者有人嫌上你咧，第一樣嘢你有俾人嫌上嘅價值。第二樣嫌上嘅價值嘅意思係你搶咗人哋個飯，你食咗人哋個餅，你對人哋有威脅，你都冇對人有威脅，都冇人 care 你，咁有人嫌上你咧，即係唔好諗咁多啦。冇人會走去一個 VTuber 界嘅邊緣人士會覺得佢有威脅，即係同成個圈都冇乜認識，冇乜關係，都冇人對佢有了解嘅人會覺得佢有威脅，會嫌上佢咯，好冇？第22，今年有咩成功達成嘅目標同埋失敗嘅目標？我哋係冇失敗呢兩隻字，我哋得成功呢兩隻字，已經成功2500訂完。有冇想過要畢業？我想我讀書嗰度會成功畢業。用3個標籤形容自己今年嘅活動，我變咗做影片細、遊戲攻略同埋呢個嘅好忙完。
年初至今覺得自己嘅直播風格有咩改變？我覺得主要係冇咗星期六嗰啲呢，好 relax 嗰種感覺嘅打住機嘅傾偈台，但係就每個 live 都 quality 會好啲，冇咁發吽哣啊，精神唔好啊，慢半拍啊，唔知自己講乜嘢啊，好攰都依然開 live 嗰啲台咯。我自己會覺得今年應該係比較好咗，仲努力做 VTuber 嘅原因同最初相比有改變嗎？我最開始嗰陣係想同大家一齊玩 Splatoon 我淨係想做一個 Splatoon 嘅實況主，之後去到後期做 VTuber 想大家都開心。而家努力做 VTuber 嘅原因係因為大家都依然仲喺度，同埋做 VTuber 嘅話就可以令到我知道我自己每日嘅生活其實覺得好幸福。因為 VTuber 嘅失敗會令到覺得我自己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幸福嘅人。多謝 VTuber， 多謝大家喺度喺度。今年有冇新嘅目標？2026年冇新嘅目標，我哋嘅今年嘅目標係平安咁度過2026年啦。然後大家都健健康康啦，下年都要見到大家整整齊齊喺度。然後只會有多人啦，唔會有少人啦，就係咁樣啦。今年活動有想感謝嘅人咯，感謝繪師爸爸、繪師媽媽今年幫過嘅所有人啦，感謝咁多位觀眾啦，感謝咁多位魔家，仲有大家寶檔啦，幫手留言啦，幫手 like 啦，係咪？非常之感謝大家，仲有幫黃女買周邊，為 fans 殺俾黃女，donation俾黃女，仲係依然係會員，係咪？有 subscribe 係咪？開心。多謝咁多位。29有冇同觀眾想講嘅已經講完啦。你睇下我啲幾坦白嘅 VTuber，咩都會攞出嚟，大家一齊改都冇乜特別嘢，都冇乜嘢可以傷害到我而家。我覺得我而家咁開心，大家都開心，然後大家見到我咁開心，你哋會更加開心。都唔中意直播點解？因為知足常樂咯。直播好攰啊！我而家個頭都痛埋啦。就算我中意直播都好啦，即係我個精神上啊好想啊，但係我個身體上唔係咁想啊。你明唔明白？已經個人分開咗，你話要我好似以前咁4-5個鐘一個台，或者係成日開台，我覺得其實冇問題㗎。精神上我覺得冇問題，但係唔知點解肉體上好似好有問題咁樣。我覺得我自己真係要做多啲運動，舉下鐵。之前嗰幾年真係花咗太多時間喺 VTuber 上邊，然後放低咗好多嘅嘢。不過我自己中意直播嘅，起碼我而家完咗 live 會覺得好開心啦。然後我又學識咗將啲唔中意嘅人咧，全部咁交叉踢翻出嚟。唔中意就走啊走啊走啊！所以而家開心咗。